敢是这？啊！逐工讲一句，台语有意思。逐工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金蕉。歹势，我常常吼惊甲唔知影路，爱四个甲人问路。啊，今仔日咱要小解的词就是问路，问路，汉字写作问路，罗马字写作问路。问第7条，路嘛是第7条，问路。问这字的白话音，问亲像借问的问。我问你，你是安怎无爱我？的问，搁有我问天的问。文音，文亲像学问的文。问路的时，爱先知影家己咧行的方向，安尼人甲咱报上北的时，咱才袂走落南去。4个方向的台语：东、西、南、北。咱会讲东、西、落南、上北。啊，若分袂清楚方向的时，咱会直接讲正手边、倒手边，也是爱翻头。过来就是爱知影要去什么所在。迄阵讲火车头、捷运站、高铁站、捷运站，安尼才袂问唔到，走唔到所在去。有一句俗语是安尼讲：路伫人的喙里，意思就是讲，伫路无熟的所在。甲人问就会知，用问的上紧啦。这是大人甲囡仔要安怎到位的步数，都伫人的喙里。阁有一句叫做“路头长乐乐”，长乐乐甲乐乐长，拢是足长的意思。所以路头长乐乐，就是咧讲路途足远的就对啊。复习问路，东、西、落南、上北，正手边、倒手边，翻头，路伫人的喙里，路头长乐乐。今仔日的逐工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Hello，歹势，先生，阮咧录影。